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卡诺风台走啊，也毋过西南气流继续影响咱台湾。灾情上较严重的南投仁爱乡的澳万台连外道路，即马车路的路基拢流失去，森林游乐园内底是绿苍苍。对空中勘灾来看，认为即马修复期上无爱2个月。也若台北线中环便道是提早伫昨下晡已经拍通啊，按算逐日会当开放6个时段通车。山区大面积拢放落，澳万台地区另外道路路基完全拢漏了，空隙画面看起来是真恐怖。新林游乐区内底也四界拢是土石，山庄步道、公共便所拢待伫土石堆内底。风台卡努带来大水河，中从南投县仁爱乡、澳万台依然是风雨状态。农业部林业署勘察了评估修复上少需要2个月。哪条溪桥被冲毁，瀑布区的一个步道也毁损。另外，区内的山庄、小木屋，有一些泥柳的一个淤积，还有公厕也都有土石掩埋。预计修复的时间需要大概2个月。卡努风台带来西南气流和澳万台雨量站24小时上大雨量达到672.5毫米，超过当地2008年新乐克、2009年莫拉克风台雨量的记录。学者讲，这是200年来才拄到的落雨规模。南投县长柯淑华是强调，仁爱乡地灾后地形地貌产生真大变化，而且中央地调所这单位协助，做整体国土保育地质的总体检。澳万大山区在卡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的期间呢，降下了超过重现期200年以上的豪雨，这样的降雨规模远大于一般台湾山区工程重现期50年的设计标准。我们应该借此重新去检讨整个仁爱乡未来在整个的开发上面，还有包括在整个的观光的景点，包括在民众的安置上面，应该怎么做更有效的一个这个管理。施工团队透明关系，台北线中华便道3.9公里所在这大石头将会顺利解放开。公路总局宣布，7到下晡4点半提前抢通，所该离山地区农产运输压力。这个大石头已经在连夜赶工，在今天早上排除完毕。目前公路段正在整理最后的路基，以及我们摆设交通维持设施，让民众恢复通行。各管公务单提醒到16进前，每天会开放6个通行时段。因过山区若落雨，随时路拢可能封起来，民众出门之前应查公路总局的公告。记者综合报道。再咱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中南部同款会落短暂阵雨，大台北地区过道是落雷公雨。同齐来看云图。受西南风的影响，水汽增加，西半部、澎湖、金门、马祖拢有机会会落局部短暂阵雨，尤其中南部雨会较粗。也若大台北地区主要是过道了后会落雷公雨。东部伫今仔日是多云乌阴天，也毋过天气相对是较稳定的。温度的方面，今仔日全台湾的温度大约是30度至35度。花莲、台东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民众爱加补充水分。另外，今年第7号的风台兰温目前是行向日本，未影响台湾。受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最近拢在落大雨，有时阁有雷公闪呐。屏东后壁乌鱼港有民众去有雷公卡着，嘛因为雨水真大，牡丹水库有进行有风性的下水。若挖进阿龙一国道出入口的阿土步道，是因为雨风太扫过，加上遐头在落大雨，土石拢放落来。当咧落雨，远远看到一条线啊，所来听到单雷公。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最近落大雨，还阁不时雷公线啊。车到下晡，屏东恒春后壁湖的海坪，有民众去雷公卡着送病院。施行 CPR 后，伤患恢复意识。脚踏车人员评估伤患意识清醒，身体虚弱无力，给予非在吸入型面罩及心电图监测，后送恒春旅游医院。大水一直下落来，牡丹水库这2天持续调节上排水。再去做预防性下水，不过连日的大雨造成的影响唔难安尼尔。山壁出现细条的水墙，当所在风太过了后，环团顶个月28，伫个玉海观音天自然保留区边界，看到边坡土石放弃落伫个步道的情形，还有规片的拿豆砖安尼处理。环团怀疑是牡丹乡公所3月初起步道的时阵无做生态检测，才会发生这个情形。以前旧山峰也只是小小的落，阿朗伊收费处的入口前面有一块是没有施工的，它就完全没有任何崩塌的情况，所以很明显这次这个灾害它不是人祸。
面对质疑，土石已经派人清理好势，伊认为的放弃是地质等等的因素所致。它是页岩的顺向坡，你有风吹啊，下雨都会掉啊，那个量不会很多了，那个不用半天就清完了。大雨对高雄屏东的影响是真大，高雄南环公路、200克路桥的便桥、甲溪底安康的便道，拢因为水东山受损长。早起派几只怪手，持续伫溪埔抢修便道。因若目前桃园区拉夫兰等等3个里，对外交通敢若开放居民伫管制时段国家路的，不过民众感觉真无利便。呼吁政府必须要尊重人权啊！那我们3个里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够在24小时自由通行。针对这点，驾驶工务段表示，步道是紧急卫生的通道，考虑安全问题，无法度全面开放。不过半暝若是有紧急的状况，会当机动性介好通行，嘛会加派卡手甲机具专力来修理。希望12便道会当通行，到月底的时阵，便桥会当修理好势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开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涉嫌经营地下汇兑洗钱27亿800汇款的负责人郭铁敏，提柬埔寨护照入境泰国了后，咱的检调有积极拜托泰国爱协助抓人。伫顶个月底，伊伫泰国被抓到，上紧伫今仔日会遣送倒来咱台湾。另外，对于逃亡共款被通缉的管辖的单品言，已经倒来台湾，嘛已经家己去自首投案。来关心《中国时报》，日本上紧伫8月底会甲福岛核废水漏入去大海，中国、南韩拢强烈反对。不过，咱的政府态度是较温和，认为看数字讲话就会使。不过，根据审计部的报告，讲有一寡辐射检测的数字并无公开，另外负责检测的实验室嘛无摕到国际认证。来关心《联合报》，本土的天狗热疫情继续在传，昨昏是新增加96例。台南市目前已经超过1000例，较真正年岁拢是较大的人。另外，台北市甲新竹市即马嘛拢出现头1例。目前疫情已经传到咱全台湾10个县市，愈来愈往北。全国计共有1261例。疾管署即马是表示讲，天狗热已经毋是甲北部无关系啊，因为咱全台湾拢有花卡网，所以全台湾拢爱洗钱。另外，疾管署昨昏嘛公布，咱国内让12年了后，即马佫出现假脑变形虫、服室内隔离阿米巴脑膜脑炎的死亡案例。个案是一个北部30通岁的女性，最近伊并无出国，也毋过捌去室内的游泳池耍水，发病了后1礼拜就死亡。国内出现服室内隔离阿米巴脑膜脑炎个案，个案为北部30多岁女性。该个案发病前曾前往室内清水设施，7月26号出现头痛及肩颈僵硬症状，后续出现发烧、畏寒、头痛、颈部疼痛、抽搐等，就医，在8月1号死亡。疾管署是表示，地方的卫生单位已经针对这间室内的耍水的场所进行环境也有水质的采检，要来厘清感染源，嘛要求业者爱有风险停业，对环境做大消毒，嘛提醒民众去为着这款病死亡率是有9成，所以呼吁最近若是要去耍水，也是浸温泉，拢爱洗钱。继续关心，最近受风台大水河的影响，即马菜市的介绍农历起已经创下新高，但咱国内汽油的介绍嘛已经连续起5届啊。外界即马是较烦恼讲，安尼敢会互咱的通货膨胀超过2%的警戒线。根据主计总处上新的统计，7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1.88%，比6月份还佫较悬，预测8月份可能会佫较悬。民众徛伫单位头前，拣物件并且比较介绍，拣来拣去，因为着风台大雨影响下，中南部农作物受损严重，菜价也大起。本来25，现在卖35这样，要吃多少就买多少。人口也不多，所以该买的还是要买。根据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交易行情介绍，看到像是牛头仔豆介绍，风台进前1斤大约是60块，车到上悬来到1斤115块。另外，高酸的高丽菜一样是1斤30块左右，酱1斤爱56块。面豆啊，更加是1斤爱330块才买得到。番茄是连进式，一直攀上去，所以它结的东西风大下大雨，它只要一软，塌下来就没了。那小黄瓜一来如此，果实类有时候就是不经那么。
除了菜价一直起，过来气候介绍也连续5摆拢起，总共起予达到每公升1.7块，也写下2022年5月以来的新高价。互外界关心通货膨胀率是不是重回2%的警戒线？根据主计总处最新的统计，7月消费者物价总指数 CPI 年增1.88%，比6月较悬。1月到7月平均比顶年同期起2.26%。17项重要民生物资 CPI 年增率是4.66%，依然是在高点。这个月1.88比上个月1.75还要略微扩大一点。暑期旅游旺季，那娱乐服务的需求增加，蔬菜有受到7月下旬台风的影响，还有油料费呢受到国际原油行情上涨的影响。另外，8月 CPI 年增率预测，主计总处认为，所在受到天气影响、甲国际原油价格影响，有增关的机会伫2%以上。不过有价所在价格可望伫8月下旬慢慢落来回稳。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夏威夷的毛伊岛火烧堡已经造成6个人死亡，有13居民跳海逃生，结果有12个人互救起来。当地民众即马已经拢赶紧撤离。当地政府今晚是爱大家唔通挖紧。风正强，火正猛，毛伊岛上历史正久的拉海纳镇，真侪社会建筑设施拢被烧掉，而且也无电，民众被迫撤离。毛伊岛消防员全力伫个旅游胜地是毛伊岛甲瑞六山区拍火，不过真侪被烧甲倒来树啊甲电火条啊冻掉的，空中的喷水也因为风伤头无法度进行。This was a home. There's their car. 夏威夷州本来是为着多拿飴风伫咧进行防灾准备，无想到公司拄到4月1日团的野火，而且愈来愈失去控制。有直升机驾驶飞过毛伊岛天顶时阵，甲火场形容真济，袂输敢若战争中被轰炸过地区。陈小山将会派20到25位消防员去毛伊岛斗3工。You can see the drone kind of picks up speed a little bit because I'm going with the wind. I wanted to give you a feel of how fast the fire is going. 美国国家气象局讲，大拿带着风速97公里的阵风通过岛内的南部，有民众为了要逃离火场跳下海的逃生，大部分拢已经被救起来。当局证实，野火伫咧团时阵，已经有人不幸死亡，也讲伤亡的人数可能也会增加。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来关心今年7月份是热甲连南极拢受暖化影响，冰拢扬起。即马海平面野悬，这是会大大影响生态，抑个咱人类的生活。欧洲气象组织即马已经对外证实讲，今年7月份是地球有记录以来上热的一个月。科学家这几年的研究发现，南极海的冰面积缩小到历史新低。今年7月中，南极海冰的面积比1981年到2012年的平均面积减少260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是72个台湾的面积，真惊人。海冰甲冰棒的作用，就敢若是就管那顶头的挂同款，会当阻挡冰川快速流入海洋。海冰甲冰棒若是扬起，就敢若是伫咧热天穿黑色的衫，将会减少地表反射登去太空的太阳辐射。生态系统会变做真脆弱。The changes that we've seen in recent years, like I'm worried by them. It's surprising even to me as a glaciologist that's familiar with, the detail of what's happening and how rapidly our polar regions are changing. 另外一方面，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各办年气候变化服务伫初步也证实，今年7月是地球有记录以来上热的一个月份。Heat waves were experienced throughout July in multiple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Moving on from air temperatures to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the global averag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continued to rise after a long period of unusually high temperatures since April 2023, reaching record high levels in July. 各办年气候变化机构讲，今年7月份的全世界平均气温是摄氏16.95度，打破2019年7月所创的16.63度的纪录。因为人类一直烧化石燃料，自公元1800年代末期以来，全世界已经暖化差不多摄氏1.2度，造成热天气愈来愈热，时间也愈来愈久，同时也造成风暴加大水等极端气候的情形愈来愈严重。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辑。美国纽约有一个负责人拜伊去海行受水，互鲨鱼夹个重伤。伊倒边的大腿互鲨鱼夹掉9公斤的骹腿肉，送病院救治了后，家仔的命有捡回来，已经无生命危险。
这嘛是纽约自70年来上界严重鲨鱼咬人的事件。目前发生意外，这个海沙堡已经成封锁。纽约红桥区南部的洛克威海堡外地，查禁止收水的红旗，去到海边的游客明显变少，因为这前几日发生一件罕见的鲨鱼咬人的事故。 The bite pattern is consistent with a mid-sized white shark, but we don't know for sure that that's what caused it. 受害者是一个65岁妇女人，拜伊尾仔6点左右，伊伫受水时突然感觉到大腿足疼，随大声喊救命，救生员紧紧赶到将伊救回岸顶，随用指挥大指挥，佮送医急救。警方讲，这个妇女人的大腿缝夹掉大约9公斤的肉，冇有生命危险。好在台即马警方已经分定，当局除了暂时关掉海堡，也出动直升机甲无人机进行搜查。拜二早起总算伫附近的琼斯海堡发现鲨鱼的行踪。 专家表示，纽约市海峡鲨鱼咬人的事件愈来愈接，也毋过这件意外是1950年代以来上严重的一摆。 Last year there were 6 bites on the south shore of Long Island, and this year there've been 5 already. They've been very, been minor in terms of the injuries. But this bite, on Monday, is a different situation.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is targeting bait fish. It's an animal that is used to feeding on larger prey. 专家强调，鲨鱼通常袂主动攻击人，因只是拄好伫咧找食的过程中拄到敌对。民众只要避开海拔甲鱼群聚集的区域，同时避免伫尾仔暗时也是透早的时间去游水。上好招盘毋通一个人，永远会当放心耍水。公司新闻张回斌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去看世界。 美国总统拜登伫今仔日签署行政命令，限制美国企业和个人去投资中国敏感的科技，包括半导体、量子运算、人工智慧这3大领域，要来保护新一代的军事创新，也有相关重要科技。美国的官员即马是强调讲，这项限制不是为了经济，是为了国安。 来关心日本媒体有报讲，中国政府考虑要解除去日本团体旅游的禁令，上紧伫今仔日就会解禁，因为8月10日是中国和日本签和平友好条约签约的45周年。伫这个时阵开放，目的想要展现、想要改善两国的关系。芭比电影全球的票房已经超过美金10亿。 日本伫这个月底8月30日要伫黎巴嫩电影院放送，也毋过黎巴嫩的文化部表示，已经要求袂使放这出电影，因为电影在宣传同性恋。镜头等来关心选举的消息，这是2024总统大选，国民党的侯友宜伫昨昏伊公布能源政策，伊讲伊若是可以做总统，伊会继续用核电，嘛讲核市场会重新启动。 针对这款讲法，赖清德竞选办公室是批评侯友宜，拢无交代讲核废料要安怎处理。伊嘛问侯友宜，敢有问过800支700万居民，大家敢有同意？我从来没有反对核电，我重视的是核安。核安做好，当然可以使用核电啊。甲核电正式列入去能源的选项，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主张以核能检讨团，甲国际同步。 使用已经存在核电价值，加做降低碳排甲空污关键的选项，得到2040，台湾无阁兄偷炭。核1、核2、核3，在我第一个任期里面，检查检修安全研议，重新运转，成立一个核四总体安全审查委员会，一定要在安全无虞底下重启核四。侯友宜的能源政策主张供电无问题。 有顺序转型，核1、核2、核3延约，安全重新启动核四。民进党赖清德是延续蔡政府2050净零排放、非核家园的目标无改变。核电列做紧急的手段，嘛爱加速热零。民进党高文哲是主张核2、核3延约，核四经过评估了后再个讨论。赖清德竞选办公室批评讲，核1、核2甲核四拢伫新北市。侯友宜讲要延约，甲重新启动的时阵，敢有得到800支700万居民的同意？ 新北市府卡了干式储存设施水保计划长达10年之久。我们要请问侯友宜，请问你核废料的最终处置场要设在哪里？敢不敢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赖清德早起参加国小世界杯国际赛记者会，推广台湾骹球运动。因为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是去金华酒店，甲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见面，伊手提金门和平宣言去，这嘛是2个人4个月来第2届见面。
我在美国，没想到麻生透过我们台湾的外交部直接通知我，希望他在走之前能够见我一面，所以等于是我4个月内跟他见了2次的面。郭台铭强调讲，台湾爱会当避战的同时，嘛爱闪开战争。针对能源的问题，郭台铭顶一日嘛捌提出核电站的比例是2.5%，还有一个县市一个核电厂的想法，应该落实公道，以核能饲核能的决议恢复使用核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其他消息，有一个姓郭查甫人是利用假的基地台发出诈骗的简讯，甲民众的个人资料骗到手了后，去投入卡赚黑心钱，赚超过200万，即马已经互检方起诉。NCC 是认为讲，利用假的基地台去干扰合法的信号，依法嘛甲罚400万，即马正做咱国内头一例。警力围起来抓人，4个查甫人伫车顶驾驶假基地台，几个人在捷运站顶地环，设定台湾大哥大的变色板发射电波乱造信号，佮团上钓鱼简讯，叫做万通电收 ETC 扣款失败，也是假讲玉山银行默认停用，被害人点入连结，就去互骗走购资。半径500公尺内拢会强制收到信息。架设违法的基地台违反电信管理法第52条第2项的规定，核处罚款新台币400万元。20多位被害人互骗走购资了后，互透露损失超过200多万。NCC 认为，4个查甫人驾驶假基地台干扰合法无线电频率使用者，依法当罚400万，正做开发假基地台犯案者的修理。侦破过程中，警方甲电信业者合作，定位假基地台高过离监视会片总算锁定车辆人，移送检方起诉。业者会跟我们通报说，如果他们有用户受到假基地台影响的话，他们的业者那边可以侦测到说大概在什么样的范围，我们就可以锁定说那个尾基站呢目前的位置在哪里，然后我们再用我们的设备去测，然后可以锁定它的地点。事实上，台湾高等检察署它也有召集相关的电信业者，还有这个检察机关，就这个新兴的犯罪手法。法律面以及查缉面有进行相互的问题的提出一个有效的打击策略。政府积极打查，高检署已经甲5大电信业者建立合作平台，加强监测行动通讯网络的运作情形。若发现异常，检警协部就会当随启动侦查作为打击不法。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北市南口有一间车行，互人开枪恐吓，原因是因为有债务纠纷。也毋过，这个债主毋知影讲，这车行已经换头家啊，是找毋到人。警方接到报案，即马有抓到5个嫌犯，嘛要去追查枪的来源。另外，同款伫新北是新店，有轿车拒绝临检去弄着过路人，警察尾啊，伫桃园大溪找到车，也毋过人已经无去啊。警方伫新店市向警车警示声立车，因为头前这台黑色的轿车，该查检无爱停，还阁吹油门逃走。警方用无线电同步斗相共抓，也毋过这台轿车为着要逃走，也无阁有人伫咧过斑马线直接弄过去，造成42岁姓吴的女子倒脚骨断甲真严重。发现一部车牌与车体明显不符之可疑车辆，遂鸣警报器予以拦查。该车拦查不停，本所立即通报拦截围捕，并持续尾随待机。这台黑色的轿车车身甲车质无符合，沿路弄货车过路人，搁弄着小客车，而且一直换车牌向桃园的方向逃走。命警方伫咧大溪找到被单掉的车，也毋过已经无看人，但是已经锁定嫌犯的身份。另外来看，同款是伫新北市的南口，警方甲嫌犯押上车。南口一间车行前几天互人开几落枪恐吓，原来是进前的头家欠人钱无还，这次毋知影已经换头家来遮开枪示威。警方依照线索抓到5个人。本分局日前获报一起持枪恐吓案件，经查是本辖某车行前老板积欠赌债10位处理。债主不满，持枪上门恐吓。警方查到4支长底枪加1支电步枪。先头依照违反正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也有恐吓罪移送法办，并且继续追查枪的来源。记者综合报道。陆军航空601进前逼出军官予中国买收去，一个中号已经封收押。扩大调查了后，搁抓到
花莲台东的防卫指挥部一个现役细号的少校，佫也是涉嫌探军情、收集情报，伊嘛防收押。另外，中国出钱指示共和党的主席周克基等3人，伫咱台湾推动统战，昨昏因嘛防起诉。这2年多来，详细听介绍，总统蔡英文去年6月到桃园视察陆军化成放役训练中心，无想即阵却爆出对这退役的4小的小校，涉嫌泄露予中国咱国防秘密，互检方来约谈，交保60万块了后，已经甲加出一个陆军官校动物，就是情报的来源。伫华东指挥部合约专门维护台湾东部安全，伫正义部队最作战官的现役4号小校涉嫌试探并且收集国防部防备专案部署加演习者机密，高检署证实已经甲人关押禁见核准，而国防部也回应配合检调侦办。基本上，国防部配合司法机关侦办整个包含谢姓中校涉嫌共谍案。那么后续经过扩大清查以后发现也有何姓少校涉案。对今年7月底，检方大动作收查北中南6个营区，带回包含陆军航空601路一个现役的4小的中校，甲化训中心退役4小的小校，才侪人约谈，转一路探到华东防卫指挥部。即阵有3人在押，毋那现役的校级军官论罪强调，要民众涉嫌照中共指示动员并抗议活动。世界民主运动全球大会其实是国际流氓大会。接伫军外饭店外口抗议，去年10月底，身兼共和党甲333连民进党主席的周克基、副主席朱准元甲保险同乡会理事潘进东涉嫌收受布电池代办的资金，以每人100块到250块费用，和调几20位民众真正抗议，宣扬亲中反美理念，协助推动统战的工作。检方查到伊照反渗透法起诉3个人，并且没收22万块收资助的钱。你看，他只有上次传我们去了一次，他今天就居然敢把我们起诉。对，那他这其实都是先设箭再画靶，可是当初没有给我们钱啊，有给我们钱，我们会那么，你看我们每次活动我们都这么寒酸吗？都只有吃一个便当。周克基对此法院案支持中共若渗透咱士官兵偷摕国防机密，若要同民众大拍认知战，无论是武力统一也是和平统一，正伫步步进逼。记者宋亚报道。根据政府和保育团体监测，伫苗栗、台中甲南投拢有发现石虎，因遮的所在拢有稳定的族群，不过数量是较无稳定。也若民间团体即马是伫台南的詹文溪水尾，嘛去翕到石虎，这嘛是让17当了后，搁伫台南记录到石虎的行踪。画面中方一只动物仔真细腻，软过草坡，短短4秒钟，搁扭近一点看，经过确认，这真正是石虎。翕到石虎的地点位伫詹文溪水尾的高潭地，时间是顶个月15暗9点38分。虽然只有短短几秒，也毋过离顶一摆95年，伫台南白河鹿寮水库记录到，已经过17年，才过一摆记录到石虎出现伫台南。其实就是一则喜一则忧，喜的就是说石虎这个物种还存在，但忧的是说这个栖地或这个环境是不是能够让它立足生存。研究团队原本伫詹文溪流域研究哪里，所以我翕到石虎，另外也翕到其他保育类动物，包括藏水马、鹈鸡。委托研究的林业保育署表示，4年来伫詹文溪推动国土生态保育绿邦计划，请第6号泉桥保留高滩地、草生地原貌，也鼓励农民友善耕作，为野生动物创造更加大的沙滩空间。我们透过这个曾文溪的一个流域的这个轴带的一个保护下来之后，那相对的，不管是草鸮啊、白鼻心啊，还有一些穿山甲，都可以在这个轴带里面做一个生活。根据林业保育署监测，石虎稳定的族群主要分布伫苗栗、台中、南投，最近几年是伫新竹、彰化、嘉义、南山出现。族群数量的幅度也未回稳，尤其伊伫浅山活动，更加会受到开发，造成生态地消失。农药未止药落实，加死过数的猫狗的威胁，和保育石虎的工作更加艰难。记者综合报道。那个今年的5月初6，有一只受伤的保育类海龟刺壳仔，被发现伫基隆北投的渔港。民间团体是赶紧去救，经过3个月救治，即马已经恢复健康，昨昏甲伊放转去大海。嘛，伫伊的身躯内底倒 GPS 要继续追踪伊的状况。
一大群人做伙搬一卡柑仔色的大卡桶，豆豆往家人条件保育区去。大卡桶内底是今年5月，互人发现伫北投仔渔港浮沉一只受伤的保育类动物大毛海龟，也就是刺壳仔。罗贝上告通知甲民间企业合作的海龟救伤中心治疗。我们收容了之后，做了一些基本的血液检查跟 X 光检查，然后后来就是发现它在咽喉部分有一个鱼钩，就是金属物质啊，也有看到食道周围有一些小溃疡。那推测可能是鱼钩当时吞钩的时候造成的伤害。那后面就是我们就是少量喂食，然后慢慢增加它的食量。经过3个月的救治，恢复健康，保育人员豆豆啊，甲刺壳仔放入大海，刺壳就随收走，返去大自然。这只刺壳仔是由中华鲸豚协会通报的。长期咧帮助罕有动物救援的协会表示，伫北台湾因上接到石龟需要救援的事件，过来就是刺壳仔。那绿蜥龟10件里面通报大概是7件，然后带妹大概10件里面通报大概是占2件，有渔业活动缠绕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垃圾的问题、船只撞击问题等等。协会表示，迄当时伫北投仔渔港除了一只刺壳仔，也有救援一只土灰鹅，但是野放了后，也是不幸死亡。这只刺壳仔估计野放了后，会登去北投附近的生态地，伫伊身躯顶也已经装 GPS， 落尾会继续追踪伊的状况。记者郭刘凯给人报道。咱台湾的风俗会讲，基督教婴仔来做寿，代表好运要来啊。也毋过，若是数量伤济，可能嘛是真困扰。亲像伫新竹的德东市内，电火条顶头就有济婴仔，若对下骹过无细致，就去滴着鸟仔屎，互当地人真困扰。婴仔就停伫电火条的电线顶悬，数量至少上100只，而且愈晚暗时数量愈济。这些婴仔的排泄物，也造成德东地区民众相当的困扰。他一天没有开走了，一大堆。我们车子会放，明天早上的话就是这样，这个都大便。大部分是在傍晚时间，他们在休息的时候，因为吃饱了就要拉屎了，所以您如果避开这个时段，好，或者说在骑楼底下，不要在这个空旷的地方，可能就会比较安全一点。专家讲，这款婴仔的品种算是嘉燕，春天是嘉燕的探种时期，来到热天，嘉燕的幼囝已经大汉，目前是嘉燕准备往南的季节。那为什么集中在同一区？也叫协会表示，这参婴仔的食物有真大关系。幼鸟已经长成了，那就会有集结往南飞，准备要到比较温暖的地方啊，因为台湾的冬天还是太冷。那因为这个时候也会有一些蚊虫，好，在市区的路灯附近啊，那电线就是他们的一个休息站。专家提醒，嘉义经过台湾时间真短，希望大家爱好好爱惜因，千万唔通去交了。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镜头来家己破煮的关田古迹破煮水塔，对1936年完工到今已经87档啊。也毋过经过二战，也搁有地东风台关系有算长。台水公司是开1380万去修复，第昨昏完工啊，搁正式对外开放。自来水公司的工程师伫水塔下骹说明修复工程的过程。嘉义县破竹市的水塔，为2019年开始修复施工，经过5档的时间，才到这工正式来完工。维护这个文化的资产啊，我想或许未来这个区域的一个民众啊，可以来这边做休憩，更可以带动其他的县市的游客可以来这边走走，来了解一些水资源的一个历史。这个工程若修复水塔，因为二战地东甲风台所造成的铁筋外流甲生鏽的状况，嘛甲边仔的环境做整理，希望配合附近的文创聚落，替破竹增加新的观光景点。甚至是我们旁边的草皮啊，或者是我们的地砖啊，甚至是对面的这个停车场的这个部分，如果做一系列的跟我们的水塔的这个色系跟我们的这个风格是一样的话，其实对整个环境看起来会更舒适。毕竟我们叫水稻头文创聚落嘛，那大家就可以来观赏一下我们的古迹，然后也来园区走走逛逛这样。
这个1936年完工的破筑水塔，伫迄当初是当地真罕见的铁筋红木头建筑，当初就是起来要改善当地用水的卫生。嘛，因为较早捌是破筑上悬的建筑物，所以嘛，真做破筑历史的一个代表。文创主路的店家就讲，会当佫看到这个水塔修理好势，实在是真欢喜。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后礼拜三，旧历7月初1鬼门开，家人放水顶中原普渡已经有169年的历史，嘛，互文化部指定做国家文化资产。今年活动有加入创新的元素，要互少年家嘛来参加。暗时的家人街头游行花车是闪闪死，这是去年家人中元节彩街活动的画面。家人中元节是台湾历史上久长的民俗祭典之一，也是头一个指定做重要民俗类的国家文化资产，高达已经传承169年。走过疫情的高峰，我们非常欢迎全国民众来参与这一场很有历史意义，也是最大型的北台湾的民俗节庆活动。家人在地团体伫台顶表演家人历史改编的舞蹈。家人中元节逐年拢由一个中心会来举办，每15年照轮一摆。今年拄好是15年孙权的上尾一个家人过世中心会做族谱，负责各款科技活动。过世中心会表示，今年要伫这个100多年的传统加入创新的元素。我们是护旧传承、中原普渡、创新向上、民俗记忆。我们的活动总共有1个月时间，那每个礼拜6日那我们都会在海洋广场布置一个舞台，基隆的一些社团团体啊，或是舞蹈者，这些来参加，在地就是用在地的精神来呈现。家人中元节活动为新历8月16、旧历7月初1下晡2點，伫家人老大公庙开看门开始，到新历9月15、旧历8月初1关看门之间有各种活动，部分活动也有线顶的转播，互更较侪民众了解这个重要民俗活动。记者郭林永凯家人报道。那伫台南西港国中，因是用台语结合传统文化，伫热天的时有办课程。老师和学生是用在地金狮阵，也个水牛阵做元素，结合科技，有做出独一无二的艺阵。嘛有做狮头编舞蹈，因伫开学进前，嘛要去庆安宫头前表演，展现少热时学到的成果。天头定定伫标舞拢看会到，毋过大家敢有看过艺阵丰盛秀丽？这代是西港国中的学生伫咧休热时所做的成果，因用西港在地传统艺阵、金狮阵甲水牛阵结合现代科技，做出精美的机器。规制作对头到尾拢是学生的创意，先用黏土捏出因对传统阵头印象，形体做好了后，佮甲固定伫咧机器模型顶头，大家拢真认真拼死要做出独一无二的作品。为着要互佮成水有定，所以阮就想讲，做的这台机器人内底石头，我们是用粘土去呈现，把它呈现出来，然后还有用一些就是起义笔去把它画出来。互囡仔更加了解西港在地文化，囡仔拢做有兴趣，嘛做了真趣味，因都会比赛讲送做了上成、上水、上拍。西港国中夏季落校的课程，头家以挂乡文化做主题，除了做丰盛秀，老师嘛带学生做金狮阵狮头，佮编一首艺阵舞蹈。伫咧要开学进前，引起西港挂乡的起源地庆安宫，甲时代交流，分享成果。真有创意啦！其实自从我来庆安宫，就拢一直咧推展这个物件，将这个文化甲因杀出去。校方表示，这个课程专定用台语，佮结合在地文化，主要是要互学生对在地西港挂乡有进一步认识。未来嘛，拍算会规划一系列的课程，互全校的学生来参加。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那伫台北的双连教会，因长期拢在推广母语，也个台语本。今年热天嘛有举办一个营队，互囡仔参加，内容真丰富。全台语的环境，全台语的活动，囡仔是参加甲真欢喜。迄个有真侪营队，长期推广台语、台语文的双连教会，嘛有举办营队，而且上全台语来进行。囡
仔人对老师咧笑台语唱诗，谱顶边的歌词也有落马字。教唱歌的老师表示，这个囡仔是拢学足紧的，短短3天就有法度把台语的唱诗唱出来。因为即摆足多人袂晓唱台语，袂晓唱圣诗，其实这个囡仔拢足紧就学着啊。因为这个囡仔拜较开始教，一日40分尔，啊今日拜3嘛，啊你看因拢唱足紧的。毋但唱歌，阁有做手工，今仔日做的是一对搁一对的花。你今仔日讲啥物花？山上花。啊，你的花敢有水？水。啊，你感觉这敢趣味？趣味。啊，你的花敢有水？有。你的花是啥物色的？粉蓝色。牧师讲，教会一直真注重母语的推动，会办这野队，是为着互囡仔自细汉就会当接触母语。我是感觉讲教会伫这个部分有责任，应该爱来帮助这囡仔当自细汉就学习这个家己的母语，互因更浸伫这个规个拢是台语的这个环境中间，安尼自然而然就比较较容易学习到正统的台语。这个野队有一礼拜有学拼音、朗读、广告、唱歌、做手工艺。因为活动的设计是真活泼，所以请真侪囡仔来参加。逐年拢真热门，今年嘛同款。全台语的野队嘛，互囡仔更较认捌台语。记者柯家选谢桂林台北报道。镜头来去韩国，韩国因过嘛防讲是过路人的地角，也毋过即卖状况已经改善真侪。因是透过立法，也个限制车速，嘛掠违规掠搁较严。即马伫首尔街头已经会当看到轿车看到过路人拢会冻点，先让过路人过。2021年，韩国实施5-0-3-0政策，市区限速50公里，辖区甲行人较侪所在降到30公里。车若伫咧市区咧驶，常在当听到30公里甲50公里限速的切换，不时就会听到导航语音的提醒。英国南韩行人死亡的事故内底，有75%发生伫咧主题区。即马伫咧人甲车共行的道路的，有法律来保障行人优先的权利。기존에는 보차가 구분되지 않은 도로에서 보행자가 길 가장자리로 통행해야 한다는 의무가 있었는데, 그러니까 보도가 없는 도로에서 보행자의 의무는 없어지고 대신 운전자의 의무가 생겼습니다. 为法规的制定，到四界拢有的监视器，是大大改变驾驶的行为。 CCTV가 엄청 많아가지고요. 그 10km 딱 오버하면 그냥 딱지 날라옵니다. 막 하루에 5개, 한 달에 5개도 날라오죠. 그러니까 그걸 안 지킬 수가 없어요. 5-0-3-0政策，市区内底四界拢是行人优先区，还佫有儿童保护区。 연구에 따르면 시속 60km로 주행 중인 차와 보행자가 충돌할 경우에 90%가 사망하는데요. 예, 90%가 사망을 하는데 시속 50km로 10km만 낮췄을 뿐인데 사망 가능성이 50%로 줄어듭니다. 한 40%의 보행자 사고 사망자 감소 효과를 기대하게 되는 것이죠. 从2018年到2020年，行人的死亡率降低3成至4成。南韩透过立法甲严格执法，来脱离行人地角的臭名。记者综合报道。咱伫法国南部的城市马赛有一个将特别水厝的平台，是当地人家己设计的，会当去睡到较俗的房间，而且厝主阁会亲身带你出门去佚佗。这个平台目的就是希望来这佚佗的游客会当更较亲入去体验在地文化。伫个真出名的旅游景点，袂少厝头家会甲家己空的房间，或者是无咧大的厝，空起咧 Airbnb 租互旅客来增加收入。现在伫法国南部的城市马赛。 当地有一定居民，电脑是无加入这个国际订房系统，是另外家己创造一个合作平台，8方饭店，用小个大碗的介绍，甲房间租互旅客。还佫有一个特色是厝头家会甲旅客做伙住，安尼会当有更较侪时间了解在地文化，互旅客会当好好了解马赛的生活，认捌这个城市。Ça va de la petite chambre, moi je crois que c'est petit, puis c'est vraiment chez moi. Mais on a tous un point commun, c'est qu'on est passionné par ce qu'on fait. Voilà. Et passionné donc par notre quartier, par notre histoire, nos histoires,
et par la rencontre, le partage avec les gens. 另外，旅客嘛有机会参加历史讲解散步的活动，在地人希望透过更较侪实地小解，来改变旅客认为马赛都是毒品、甲犯罪率真悬的刻板印象。目前有20间大宿加入北方饭店合作平台，大门价销为15块至80块的欧元不等，差不多是台票522块至2700。Et tout ça, c'est voilà, quand on rentre dans une hospitalité hôtel du Nord, on est accueilli par quelqu'un, si vous avez envie ou pas, hein, elle peut vous raconter son histoire, elle peut vous mettre en relation avec des personnes, etc. 北方饭店无评分的制度，嘛毋是顾提供一间房间尔，是希望有更较侪人甲人的互动，互旅客住宿更较人性化，毋那是一项商业活动尔。公司新闻林如平编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8度，上悬有34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是32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3度。外岛27度至32度。来看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